路加福音15章11到21节，我们翻到了吗？如果我们翻到了，我们就一起来看，或者是传到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好，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到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不行，等一下。好，请，我要起来，要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一切做这些空吧。”于是起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给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了而复活，失了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”好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个耶稣所讲的很有戏剧张力的故事，讲了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在父亲还没过世的时候，就说把家业给我。父亲真的给他以后，他拿了这些钱收拾起来，就去远方了。他觉得他要出走去了，想要离开，想要有自由，不再被父母管。父亲真的让他去，而他也去了。去了以后发现越来越糟，因为他浪费了所有的资财，他自由之下陷入那个流失当中、失落当中。他把所有从父亲那里来的全部都变没有了，而且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睡。于是他醒悟过来说：“我父亲那里有多少的口粮啊！我倒在这里饿，而且是在猪堆里面。”在犹太人，猪对他们来讲是很脏，而且是不洁净的东西。可是他为了活下去，他居然宁愿在猪圈里面。要不要回家？小儿子决定我要起来，而且真的去，不是决定而已，他还去了，而且他回去父亲那里。我们想，如果我们要回去父亲那边，父亲会不会原谅我们？小儿子也是一样这个挣扎。所以他一去到父亲那边，他就跪下来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当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，把我当做雇工吧。”父亲远远看着他回来，没有把他当雇工，跟他亲嘴，连连的给他衣服穿。儿子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配当儿子，因为他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父亲。父亲就吩咐说：“把好的给他穿，而且还为了这个儿子来庆祝吧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因为他就像走出去，就像死了一样。因为在那时代交通不方便，而且他把所有都卖了，因为他让他的爸爸没有面子，因为在那时候他等于咒诅他爸爸死。可是这个儿子悔改回来，他爸爸接纳他的悔改。”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好，
今天的经文大概是这样，所以传道大概又讲了一次这个摘要。那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，今天要让我们来学习什么？好，我们知道吗？在我们的教会有个青年，他现在正在台湾的一个地方，可能是哪里？知道吗？有人 follow 到吗？他计划用1个月的时间，用什么？2只脚，用多少钱？1天3000吗？整个1个月3000哦，而且他可能不止1个月，因为他要把它环岛完。他为的是什么？他想探索自己，很好，你有看吗？他想要找到自己那个热情，甚至他觉得他想要认识这块土地，他想要认识自己没有了舒服的家，没有父母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能不能活起来？在那最简单里面，在那越旅行越能不能进入他自己的内心，遇见他真实的自己？他想要重新燃起他生命的那个热情，于是他就出走了。今天就我知道，他是上个礼拜天1点到我的办公室，请我为他祷告。他本来要就是1点出发，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事，他们比较晚，他们出去了快1个礼拜。这当中，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好几件事情，他们发现台湾很多他们没有发现的。特别有一天晚上，他们没有地方住，那一天他们睡哪里？公园。我听到有人说 Seven 还比较舒服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车站也算舒服哦。他去了一个地方也算不错，下雨没有被淋湿，哪里？而且很凉快。国小的司令台，哇！超凉的，天然的冷气。问题是那一天早上起来以后，脸都肿了。为什么？蚊子喂饱，捐了很多血给蚊子啊。可是他仍然很喜乐，因为他知道在这样子流浪的当中，他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，很多奇妙的事。9月5号，他会来见证这1个月当中他所经历的。在那穷苦中，3000块等于1天只能用多少？10一天可以用多少？100，一天用100块。好，走路是一个挑战哦。好，有一个我蛮佩服的一个伊朗的这个旅发的女演员，她这么说，她说这世上只有2种流浪的人，一种是成为了受害者，选择在刹那河终结生命；另外一种会成为战士，用他们所有的愁苦去建筑一个让他们大大展翅高飞的引擎。所以说，这世上2种浪人，你是浪人吗？你要成为战士吗？还是你要成为生命终结者呢？我想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偶尔想要去当漂泊的人，偶尔啦，所以我们又想就去偶尔当个漂泊的人。但是在他出门的时候，他深深知道他只是暂时成为漂泊浪子，因为他真正知道他的心有所属，他的家在这里。所以他跟我们约定，跟李章玉约定，9月5号他要回来这里，他要在这里来见证神在这一块美丽的宝岛。这个经验，我相信会让他成为可以高飞的，成为他人生的引擎。我想今天的经文里面也一样，这个浪子他就是想要出走啦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心真的想要说，我人生这样而已吗？我所认识的我这个自己是这样吗？我可不可以心得满足？我好像心里有一块一直没有办法满足，我可不可以闯闯天下？传道真的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旅行，特别是一个人的旅行。而这旅行当中，你会经历神，但是你要来找传道，传道来祝福你们。而这个耶稣有讲的这个浪子没有，这小孩子没有找他的父亲祝福，而是咒诅他的父亲，只为了他心要满足。你给我我该得的，
在那时候，现在也一样。父亲如果还没死，就说我要分财产，其实就是怎样咒诅父亲死啊。这个父亲要不要让他去？这么一个不爱他的，要不要让他去啊？这父亲真的让他出走，真的让他去，不是父亲不爱他，是父亲的心，可以讲又痛又不舍，但是却要放手。有一个青年，他跟他的妈妈说，爸爸妈妈说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朋友被欺负，他现在被砍杀，在医院很严重。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出去，为什么？我要帮他报复。你要不要让他去？很多人摇头了。请问你挡得住吗？拼死都要挡住了，对吧？这个青年的父亲挡在门口，拿椅子在那边看着，不给他出去。可以挡多久？挡到讲难听一点，就是挡到他必须要去上厕所。这个父亲看静悄悄赶跑去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再回来。请问他的小孩怎样？偷偷一点跑出去。想要出走的人就是想要出走，因为我要心得满足，因为我的朋友今天需要我赞助他，我的朋友需要我今天怎样为他出一口气。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亲爱的大家，要去吗？当然不要，因为现在发现他真的出事了，要被告杀人，年纪轻轻20几岁，22岁。如果真的成立，你知道要关几年吗？有没有学法律的？要关几年？7年以上到10几年。你想这父母要不要让他去？当然不要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我想这个父亲的心也是这样，你家里的父母的心也一样啊，亲爱的大家啊，绝对不想你们受伤，但是你们就是要，我们就是要。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常常跟说主啊，你就让我去，让我闯闯看，让我心得满足啊！亲爱的大家，有没有满足啊？有，他满足了，用尽了一切他爸爸给他的，全部花光。从经文的后来，我们发现他把钱都花在哪里？妓女的身上，娼妓的身上。我想有更多的是他可能拿去做不该做的事情。在30节，他哥哥指控这个孩子就是不学好，这个孩子最后花尽一切，走投无路，跟什么在一起？猪。我们在台湾还吃猪肉，你知道犹太人连猪肉都不屑吃啊，因为脏嘛。连吃不屑吃，但是跟他住在一起，可以吗？更不要嘛。如果你要吗？但为了要活下去，为了心可以得满足的欲望，小儿子出走了。就像我们想要出走，在那里任意放贷，浪费资财，耗尽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边大饥荒，让他走投无路。最后他想到他的父亲。这个时候要不要回家？亲爱的大家，如果你真的走不下去，有一天你从迦南教会离开，如果你要告诉传道说你要从迦南教会离开，我心里会很难过，可是我会放手，因为我知道你出走是为了会扩展你自己，让你的生命可以去经历神。传道会祝福你，但是传道要说，这个家永远等着你回来，这就是家。不管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，这个礼拜已经有2个人告诉我，他想离开这个教会，离开这个家。一个是年轻人，一个是年纪大。传道心里真的很难过跟不舍，因为每一个都是我的孩子。虽然我说我18岁呀，
但是传道说3岁比你大3岁，或者是年龄在这里属灵的生命比你大3年，就可以成为你的属灵的父母或者姐姐或哥哥。传道舍不得你们离开，但是传道要放手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你们要出走，传道会祝福你们，也要告诉你，这个家永远等着你们去闯回来以后。虽然你们肚子饿，虽然你们不堪，这一个在猪堆里的人，他想到他的父母，他想到他醒悟起来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到我的父亲那里去，我要起来。起来就是兴起，就是复活的意思。醒悟起来就是圣灵的光照他，原来我的父亲这么好，原来迦南教会这个家这么好。因为有很多人无条件的爱你，这就是家，就是愿意委身在这里。这个家再怎么样，毕竟它是家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在离家，虽然你人住在你家，但你心很远，离你父母很远。传道拜托你们，你们可以偶尔离家出走，但是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，请记住，家永远等着你，家永远为你留一盏灯，家永远有膀臂，家永远有神的爱在这当中。这个小儿子醒悟起来，而且他走出去了，走出那困境中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神光照你，我不想要再陷入这样子的不自由当中。这很吊诡哈！他原来为了自由，心得满足，为了自由就争取自由，结果后来落在那个不自由里，连吃饱都没办法吃饱。那么传道要说，你就要回家，就像我刚刚举例的这个青年一样。当他深陷了说，原来他去帮家报仇，结果发生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那个人躺在医院的，现在过得好得很呢，他没有任何的官司，可是你却要为了杀人被告的罪，在那边耽误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困惑，可以来找传道，好不好？听一听你父母的声音，听一听属灵父母的声音，因为他不会害你，你就相信就是，好吗？我知道，如果你正在困惑，你就走出来，你就决定走向十字架，走向上帝的爱，走向父亲，走向这天父的爱。于是这小儿子真的就走回去，你看他多狼狈啊！甚至我相信他有很多皮肤病啊，我相信他的身体有障碍，但是他的父亲怎样等着他？他的心，他的灵里面不再漂泊，他的灵里面，因为他可以回家，他可以得着那个满足，因为他不是奴隶。他虽然想要当奴隶，可能他父亲说不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就是回家来吧。是因为这个家，这个父亲在门口等等痴痴的等他。那时候也没有大哥大，那父亲怎么知道他回来了？可见这父亲一直在门口等，一直在门口等，等着出走的孩子，离家出走的孩子，等着要去冒险的孩子回来家。父亲的家永远都可以吸引人回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正在离家吗？虽然你人住在家，但你心很远吗？家在等你，这个家永远在等你。如果你真的不行，就回家来吧。这个家永远有一双天父的手臂等着要拥抱你，等着要让你恢复那自由之身，不用再成为奴隶，落在那个肮脏，落在那里成为不堪的人。回到这个家，耶稣基督要保抱你，教会弟兄姐妹要抱你，不管你怎么肮脏，怎么不配，因为主耶稣亲自成为这个膀臂，拥抱你。我们
一起来祷告。